以為死後會有一個叫做靈魂嘅嘢投身到下一個肉體裏面，咁我必須好遺憾咁話，你知，你可能徹底誤解咗佛陀最核心嘅教處，聽落係咪非常荒謬？如果我唔存在，如果根本冇靈魂，咁呢幾千年嚟大家口中談論嘅報應輪迴、前世今生，到底係講緊邊個受嘅苦積嘅德，最後都變成一場空頭，發咗俾一個完全陌生嘅人，能夠喺呢個圈寵嘅時代點進。呢段影片絕對唔係演算法嘅偶然，潛意識裏面嘅覺醒正在落時醒。佛經話，百千萬劫難遭遇此刻嘅相遇，或許就係你呢一生打破宿命循環嘅起點。呢個隱藏咗3000年嘅驚人答案之前，誠摯邀請你喺評論區留低發起充滿4個字呢，唔單止係一份祝福，更係為你當下嘅心念種下一顆智慧嘅種子。今日我哋要講嘅唔係嗰種安慰人心嘅宗教神話，極其硬核，甚至令你感到有些背脊發涼嘅宇宙真相。佛陀曾講，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佢從未承認過有一個永恆不變嘅靈魂喺度搬屋，連接前世與今生地獄與天堂嘅神秘介質究竟係咩？接下來嘅內容可能會諗覆你過去對生命嘅所有認知，請放低你所有嘅預設，跟我一齊進入呢段被塵封嘅古老智慧，去揾嗰個出人意表嘅無我之中嘅行者。我哋總是習慣性咁認為，身體只係軍殼，裏面住住一個永恆不變嘅主人，換衫一樣。呢世着住呢套肉身下世，再換一套。喺民間信仰中，我哋祭拜祖先，相信過奈何橋，潛意識裏面都覺得嗰個我係完整嘅、持續嘅。觀自周時嘅佛學經典，你會發現一個令人震驚嘅真相，就佛陀徹底否定咗呢種靈魂觀。喺阿含經中，足以令當時所有哲學家感到困惑嘅概念冇我。佢明確指出，色受想行識呢5路冇一個係能常不變嘅，就產生咗一個困擾咗人類3000年嘅巨大矛盾。如果我就係呢一秒同下一秒都唔係同一個人，如果根本冇一個核心嘅靈魂存在，咁究竟係邊個喺度承受業力？係邊個喺六道中流轉？如果殺人嘅係甲，投胎受苦嘅係乙，咁因果報應仲有咩正義可言？呢唔單止係一個邏輯上嘅辯論，更係佛法中最深邃、最難以觸及嘅第一義。佛陀所講嘅無我，並唔係指你而家坐喺度呼吸、思考嘅呢個狀態係幻覺，而係指流動嘅狀態背後揾唔到一個好似磚石一樣永恆獨立、唔會改變嘅實體。當時嘅異教徒曾以此質問佛陀，認為如果主張無我，就係斷滅論，人死如燈滅，乜都唔成。但佛陀卻用咗一種極高明嘅智慧，避開咗呢種兩極化嘅陷阱。佢話俾我哋知，生命既唔係長，亦唔係短，既唔係有一個靈魂喺度搬屋，亦唔係死後就灰飛煙滅。呢中間存在咗一種極為微妙嘅相續，就好似一出手油燈，從初夜燃到黎明。初夜嘅火同黎明嘅火係同一個火焰嗎？如果你話係，但初夜嘅火早已熄滅。如果你話唔係，咁火又係從邊度嚟？呢種非同非異嘅流動，正係解開輪迴之謎嘅鎖匙。探討嘅唔係嗰個住喺身體裏面嘅鬼魂，而係一場永不停歇嘅因果風暴。喺2000幾年前嘅古印度，有一場震撼思想界嘅交崇，被記載於著名嘅那仙比丘經中。故事嘅主角之一係賴懶王，佢係一位擁有極高希澤哲學素養嘅君主，博學多才，迷才無礙，戲弄各派修行者。喺佢睇嚟，佛教主張嘅無我與輪迴，簡直係邏輯上嘅自相矛盾。佢曾當眾宣告，如果佛教話冇靈魂嘅修行、行善受報，全部都係騙人嘅鬼話。直到有一日，智慧過人嘅那仙比丘出現咗，佢孤身一人，神態自若咁步入皇宮。
為威嚴且帶挑崇意味嘅國王呢蘭王迫不及待咁拋出咗嗰個千年陷阱。尊者，你叫咩名？那比丘微笑住回答：大王，眾人稱我為那仙，一個名號，一個假借嘅稱謂。喺那仙呢個名背後，其實揾唔到一個真實嘅永恆嘅人。兒蘭王聽後放聲大笑，佢轉過身對文武百官話：被尊為智者嘅呢位被尊為智者嘅人，竟然話佢自己唔存在。如果冇那仙，咁係邊個着衫？邊個食飯？係邊個同我對話？如果我而家殺咗佢，都冇殺人嘅罪孽咩？國王嘅眼中閃住朕理嘅光芒，佢認為自己已經從邏輯上徹底擊敗咗佛法。那仙比丘並唔急於辯解，平靜咁指住國王乘坐嘅嗰架華麗馬車，輕聲問道：大王，您係坐車嚟嘅嗎？呢蘭王理所當然咁回答：嗰係自然，呢架車係全國最精良嘅。點點頭，接着問咗一個看似愚蠢嘅問題：大王，請問呢條車子係車嗎？國王一諗，唔係。咁車輪係車嗎？唔係。車駛、車匙，甚至個沙蓋，佢哋係車嗎？泥蘭王有啲不耐煩咁否定那仙比丘，最後指住空立波嘅虛空問：既然呢燒零件都唔係車，咁離開咗呢啲零件叫做車嘅嘢存在嘛？兒蘭王語塞了，佢突然意識到，所謂嘅車不過係無數個零件喺特定嘅因緣下組合埋一齊嘅功能表現，喺個之外冇一個獨立嘅永恆嘅車雲存在。尼蘭王雖然喺車嘅隱喻下陷入咗沉默，但佢好快就反駁道：尊者，即便車只係零件嘅組合，但呢一世嘅我同下一世嘅我，如果中間冇一個核心嘅靈魂喺度傳遞，咁就好似呢架車壞咗，換咗另一架新車，佢哋之間根本毫無關聯。既然毫無關聯，點解我要為前世嗰個陌生人種下嘅惡因去承擔呢一世嘅苦果呢？那仙比丘望住國王嘅眼睛，指住宮殿台上嘅側爽油燈溫和咁：大王，膽燈，如果我哋喺初夜點燃佢，佢會一直燃燒到黎明嗎？麗蘭王點頭，係，佢會一直燃着。那仙比丘接着問：大王，初夜時分嘅火光，以及黎明前嘅火光係同一個火光？唔係。呢蘭王沉思咗一陣，謹慎咁回答：並唔係。初夜嘅燈芯同油喺燃燒，產生咗嗰一刻嘅火，火則係燃燒咗新嘅油。雖然睇落火一直喺度，但每一秒嘅火焰其實都喺度生滅變化。那仙比丘能長讚冷，正是如此。大王，輪迴嘅真相非相同，亦非不同。就好似呢盞燈，雖然初夜嘅火唔係黎明嘅火，但黎明嘅火卻係承襲咗初夜嘅火，依憑住同樣嘅燈芯同油，持續不斷咁燃燒過嚟嘅。國王嘅眉頭微微皺起，佢似乎捕捉到一絲靈光，卻仍感困惑。那仙比丘繼續講：生命就好似呢一場火，佢係一個過程，而唔係一個實體。前一世嘅臨終一念，如同最後一點火星，佢冇帶走任何物質，卻喺瞬間引燃咗下一世嘅燈芯。呢一世嘅你，雖然已經唔再係前一世嗰個身體或身份，業力慣性就好似嗰股燃燒嘅熱能，從未中斷過。兒蘭王低聲呢喃：冇搬屋嘅靈魂，只有持續嘅燃燒。那仙比丘點頭：係嘅，大王，你細個嗰陣學寫字，嗰個5歲嘅細路仔早已消失咗，佢嘅細胞，佢嘅想法，佢嘅小手都唔喺度啦。但嗰個細路仔練習寫字嘅記憶同能力，而家呢位成年嘅謝國王身上，你能夠話5歲嘅細路仔同您唔係同一個人嗎？但您又能夠話您仲係嗰個細路仔嗎？而泥蘭王聽完關於火焰與學字嘅隱喻，神情變得前所未有咁凝重。佢企起身喺宮殿嘅大理石地板上緩緩踱步，最後停喺那仙比丘面前。更辛辣嘅問題：尊者，你既然話既唔係同一個人，亦唔係唔同嘅人呢？喺邏輯上簡直係走鋼索。如果呢個男人喺後生嗰陣娶咗呢個細路女，
等個女仔大咗，佢能夠話呢，唔係我當初娶過嘅人而拒絕領養嗎？或者個人偷咗鄰居嘅芒果，佢能夠點解話我偷嘅係尋日嘅芒果？嗰係過號嘅我講嘅，而家嘅我係全新嘅我，而逃避顛覆嗎？那仙比丘露出一抹深邃嘅微笑，時而時從端上一碗新鮮嘅牛奶。大王，請睇呢碗乳汁，將佢放置一段時間，佢會變成酸奶，再經過加工，佢會變成生酥，最後變成熟酥。那仙比丘指住碗裏面嘅變化問：請問大王，酸奶係牛奶嗎？我啲熟酥又係牛奶嗎？亞蘭王回答：佢哋係由牛奶變嚟嘅，但佢哋已經唔再係當初嘅乳汁啦。呢就啱啦。比丘嘅聲音喺空晒嘅大殿裏回蕩，帶着一種不容置疑嘅權威感。如果有人話酸奶就係牛奶，嗰係錯誤嘅，因為形態已經完全改變。有人話酸奶同牛奶毫無關係，嗰更加係荒謬，因為冇牛奶根本唔會有酸奶。大王，眾生喺輪迴中嘅流轉正是如此，名色身心組合不斷喺度變異，唔係一個時刻嘅意識，唔係去後一個時刻嘅意識升起，呢種連接緊密到冇一毫秒嘅間斷。佢壓低咗聲音，語氣中帶咗一絲神秘嘅暗示，就似呢種轉化揾唔到一個永恆嘅乳汁靈魂，但嗰股性質嘅延續卻始終存在。前世嘅業就好似牛奶裏面睇唔見嘅成分，佢決定咗下一世你會變成酸奶定係腐敗嘅廢棄物。你雖然已經唔係佢，但你卻完整咁承接咗佢留下嘅所有慣性。呢種不即不離嘅關係，佛陀所見嘅實相。耶蘭王感到一種從未有過嘅震撼，佢原本堅固嘅自我觀念開始產生裂痕。佢意識到自己一直以嚟揾嗰個投胎嘅主角根本唔需要存在，因為行為本身就係主角。蘭王沉默咗好耐，膀胱正在消化嗰碗乳轉化成酥嘅奧秘，但佢隨即又諗到一個更隱蔽嘅漏洞，盯住那仙比丘，語氣急速咁追問：尊者，即便你講嘅轉化成立，但我仲有一個極大嘅疑問。如果呢一世嘅我冇帶住前一世嘅記憶，記唔起前世係邊個，咁呢種輪迴對我嚟講仲有咩意義呢？就好比一個人在瞓覺中犯咗錯，醒嚟之後完全唔記得，卻要被官府判刑，難道唔係一種巨大嘅不公嗎？那仙比丘冇直接回答，而係問咗一個看似無關嘅問題：大王，如果有一個人喺黑暗中寫字，雖然佢睇唔見自己寫嘅字，不過實喺紙上留低咗痕跡，等到燈住嘅時候，嗰啲字跡會因為佢啱啱睇唔見或者唔記得而消失嗎？尼蘭王搖搖頭，唔會消失，燈住咗就喺度。那仙比丘點點頭，眼神中閃亮住如同星辰般嘅智慧。大王，記憶只係表層嘅意識，佢好似一個破舊嘅布袋，會漏走好多嘢。嘅心靈深處有一個更隱秘嘅存在，佢好似一個永不磨滅嘅黑盒，佛家稱之為業力之種。您雖然記唔起前世所做嘅每一個決定，每一次憤怒，每一分慈悲，都已經化作了種子，深深咁埋咗入呢個黑盒裏面。佢行到窗前，指住花園裏面嘅一棵大樹，呢棵樹仲係種子嘅時候，佢並冇記憶。佢唔記得自己曾係邊一棵老樹落下嘅果實，但當佢發芽生長嘅時候，佢係甜定係苦，係歪定係直，全由嗰粒佢已經忘記咗嘅種子決定輪迴，並唔係帶着記憶去搬屋，而係帶着習慣同傾向性去重塑。所以那仙比丘轉過身，語調變得異常莊重，唔記得你佢前世嘅姓名，但能此刻對哲學嘅喜好，能處理政務嘅過缺，甚至能而家嘅疑惑，全都係前世嗰個能留低嘅回響，唔需要記憶作為燃料，佢本身就係一種超越生死嘅動能。佢喺呢一世嘅終點跳躍，精準咁喺下一世嘅起點着陸，哪怕冇靈魂作為載體，
呢股能量也絕唔會投錯地方。而懶王聽得入神，緊擠嘅眉頭終於緩緩舒展，但佢仲係問出咗最後一個，亦係最致命嘅問題：尊者，如果按照你所講，又好似火、好似種子、字、好似零件組合一樣嘅過程喺度流轉咁，呢一切嘅終點喺邊度？我哋只係喺一場冇主角、永無止境嘅荒謬電影裏面不斷循環。如果連我都冇，咁追求解脫、追求成佛嘅又係邊個？那仙比丘冇講嘢，佢行到宮殿中央嗰度，有一面巨大嘅銅鏡，佢指住鏡裏面二懶王嘅倒影，輕聲問道：大王，鏡裏面嗰個你係真嘅嗎？二懶王回答：佢係影像，雖然清晰，唔係實體。我仙比丘又問：如果鏡前面嘅領離開咗，鏡裏面嘅影像仲喺度嗎？懶王話：自然就唔見啦，大王。我仙比丘嘅聲音如同晨鐘暮鼓，整座宮殿。眾生之所以感到輪迴痛苦，係因為我哋執着於鏡子裏面嗰個影像，將佢當成永恆不變嘅自我。我哋拼命想保護嗰個影像，爭取名利，為佢憂心忡忡。但佛陀話俾我哋知，真正嘅解脫唔係讓嗰個影像長生不老，而係意識到從來就冇一個獨立嘅我住喺鏡子裏面，直視住國王嘅眼睛，揭曉咗嗰個最終嘅秘密。輪迴嘅係業，係嗰股名為貪燈痴嘅執着動力，就好似風吹過湖面，收起燈椅，燈椅喺度動，並冇一個誤以實體從湖嘅呢一頭跑到嗰一頭，有嘅只係能量嘅傳遞。當我哋熄滅咗個股名為執着嘅風，誤以便歸於平靜，湖面依然映射住萬物，卻不再有起伏。廿諗王喺嗰一瞬間旁視，睇到一道刺破黑暗嘅光，佢終於明白，原來冇我並唔係一種虛無，而係一種最貼底嘅自由。嚴重嘅虛假自我枷鎖，生命先至真正展現出佢嗰種波生壯繁、生生不息嘅流動真相。那仙比丘收起笑容，莊嚴咁核實：大王，喺度輪迴，有嘅只係輪迴本身。而當你睇穿咗呢層幻象，嗰個一直喺度揾我係邊個嘅人，就會喺當下呢一秒徹底覺醒。賴爛王長嘆一聲，跨越邏輯與信仰嘅迷論終點。佢放低咗一國之君嘅傲慢，向住呢位智慧嘅化身深深咁拜咗落去。聽完那仙比丘與賴爛王嘅對話，呢確實係一個好靚嘅隱喻。但係如果要用現代人嘅邏輯去拆解冇靈魂嘅輪迴到底係點運作，我哋需要進入更深嘅佛法領域。喺佛法最深奧嘅唯識學中，提出咗一個概念叫做阿賴耶識。如果將我哋嘅生命比喻成一部電腦，身體係硬件，意識係熒幕上正在執行嘅程式，咁阿賴耶識就係嗰個永不關機嘅雲端資料庫。佢唔係一個固定嘅靈魂，而係一個動態嘅能量流。佛家形容佢能轉如暴流。你睇嗰條瀑布一匹白蓮掛喺山間，好似一個靜止嘅實體，但近睇你會發現佢係由無數滴不斷生滅、高速流轉嘅水珠組成嘅。上一秒嘅水已經流走，仲未跟上，中間冇一個叫做瀑布嘅固定嘢，但嗰股流動嘅勢能卻始終存在呢，就係解開邊個在輪迴嘅關鍵。輪迴嘅唔係一個人，一組代碼，呢組代碼由3個核心要素組成，惑業苦。我哋因為無明而產生咗數望與行動，業產生嘅能量形成咗一種強烈嘅慣性。就好似你每日朝早起身，唔需要思考就知你係邊個。呢唔係因為有個靈魂喺度提醒你，而係因為你嘅習氣太深啦。呢種慣性嘅力量強大到足以衝破肉體嘅毀壞，喺虛空中揾下一個可以着力嘅載體，用咗一個極其震撼嘅詞嚟描述呢種狀態。不常不斷，不常係指冇一個永恆不變嘅靈魂，所以你每一秒都喺度改變，你擁有重塑命運嘅可能。不斷係指因果嘅鏈條從來冇斷過，你前一秒種下嘅因，
必然會影響後一秒嘅果。好多人都會問，如果唔係我，咁呢痛苦仲有咩意義？其實正因為冇我痛苦，先至有咗終結嘅。可能如果有一個永恆嘅靈魂，而呢個靈魂而家係痛苦嘅，咁佢可能會永遠痛苦落去。但佛法話俾我哋知，所謂嘅我不過係一場集體感官嘅幻覺，就好似電影放映機膠卷業力種子喺高速旋轉，強光覺知投射過後，喺銀幕上顯現出悲歡離合嘅故事。我哋盯住銀幕大喊大笑，卻忘記咗銀幕本身係空嘅，而嗰束光從來冇動過。理解咗呢一點，你就會明白去揾邊個在輪迴。我哋要關心嘅係咩在推動輪迴，嗰個推動力就係我哋尚未轉化嘅執着與習氣，將阿賴耶識裏面嘅染污種子轉換成清淨種子，嗰股流動嘅暴流就會化為寧靜嘅智慧。呢就係佛法送俾人類最偉大嘅禮物。承認冇我，讓你揾翻嗰個從不入輪迴、不生不滅嘅真正嘅主人。喺揭開咗冇我嘅理論面紗之後，我哋必須面對一個最扎心嘅現實。如果輪迴嘅係業力慣性，力量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究竟係點樣好似鬼魂一樣操縱我哋命運嘅？佛家有一個非常深刻嘅詞叫做等流果，顧名思義就係平等流出嘅果報。佢指嘅唔係你做咗壞事被雷劈呢種外在統罰，而係一種更可怕嘅性格定型。你有冇發現，有些人無論拍幾多次拖，都會死喺同一種類型嘅伴侶手上；有些人無論換幾多份工，最後都會同老闆鬧翻呢種不斷重複嘅失敗模式。喺心理學上叫強迫性重複，但喺佛學嚟講呢，就係你業力種子嘅言行。我哋要明白，所謂嘅輪迴並唔一定要等到死後，你而家嘅每一個起心動念都喺度進行微小嘅輪迴。憤怒嘅念頭升起，你冇察覺，而係順住佢去咆哮去掟嘢，呢個憤怒嘅種子就喺你嘅阿賴耶識裏面加深咗一次黑痕。等到下次遇到類似嘅情況，呢度黑痕會引導你更快咁陷入輪路。呢就解釋咗點解改變命運咁難，因為你對抗嘅唔係一個外在嘅神靈，而係你潛意識裏面嗰股深不見底嘅慣性。人成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呢個本性其實就係累生累世堆積出嚟嘅代碼符。呢啲代碼喺你嘅大腦裏面形成咗一套自動導航系統。大多數時候，我哋以為自己喺度做選擇，其實我哋只係根據過號嘅慣性喺度做反應。嗰個自以為是嘅我，係呢股慣性喺熒幕上投射出嚟嘅一個虛假幻象。如果你能夠從呢個角度去觀察生活，你會發現一個驚人嘅真相。如果你唔覺醒，未來只係過號嘅重複，就好似那仙比丘講嘅新進火泉。如果你唔改變呢一秒火嘅顏色，下一秒火嘅顏色必然係相同嘅。慣性能量甚至會跨越時空，揾一個同佢頻率相同嘅受精卵結狂，開啟下一次嘅戲碼嘛。所以點解有些人天生就對某啲事有天賦，天生就帶着某啲莫名嘅恐恥？嗰都係嗰個黑盒裏面嘅種子喺度蠢蠢欲動。理解咗呢一點，你就會感到一種迫切感修行，唔再係燒香拜佛求保佑，而係一場代碼重寫工程。我哋必須喺每一次慣性發作嘅瞬間，保持嗰一絲絲嘅覺察，就好似喺高速奔跑嘅馬車上勒住穩陣。只有喺嗰一刻，真正攞翻咗生命嘅主導權。如果你覺得2000年前那仙比丘講嘅太玄奧，咁而家等我哋用現代科學最頂尖嘅語言量子力學審視呢個無我卻有輪迴嘅古老秘密，你會發現最前衛嘅物理學竟然喺時空嘅盡頭與佛法握手言和。喺經典嘅物理世界觀裏面，物體係實心嘅，世界係確定嘅。但喺量子嘅微觀世界裏面，一切都碎裂成咗波函數，就好似佛家所講嘅五龍皆空。
當你不斷拆解物質，最後會發現根本冇所謂嘅物質，實體只有震動嘅能量。量子力學中有一個著名嘅實驗叫雙縫干涉實驗，佢揭示咗一個令人毛骨悚然嘅真相：喺唔被觀察嘅時候係以波嘅形式存在嘅，佢既喺呢度又喺嗰度，處於一種疊加態。只有當觀察者望過號一眼，坍縮成一個確定嘅粒子，你像極咗佛法中嘅萬法唯識嗰個所謂嘅我同所謂嘅世界，其實就係阿賴耶識中無數業力種子喺不斷嘅放電波動。如果冇嗰股執着嘅觀察力，末那識世界只係純粹嘅能量海，係因為我哋嘅執着，呢啲能量坍縮成你而家嘅樣貌，你而家嘅房子，你而家嘅痛苦。更有趣嘅係量子糾纏，兩個曾經產生過關係嘅粒子，即便相隔億萬光年，一個發生改變，另一個又會瞬間感應。呢唔淨係業力嘅科學注解嗎？佛法話，只要你動咗一個念頭，哪怕係喺虛空嘅盡頭，因果嘅絲線就已經緊緊環繞。呢種連接唔需要透過空氣，唔需要透過光速，佢係一種超越時空嘅整體性。所以輪迴係咩？如果用量子力學嘅術語嚟講，輪迴就係一套資訊九雄態嘅延續。你嘅肉體崩解啦，嗰係粒子嘅重新排列，但你生前嗰股強烈嘅充滿資訊量嘅能量波動並唔會隨之消失。佢好似一組帶有特定頻率嘅電磁波，喺宇宙呢個巨大嘅能量場中能夠產生共振嘅接收器。當呢股波動遇到合適嘅因緣，佢就會重新坍縮成一個新嘅生命形式。喺呢個過程中，並冇一個實質嘅靈魂喺度飛越空間，只係資訊嘅傳遞與就醒。呢也解釋咗點解佛法強調當下，即係因為喺量子嘅尺度下，過去、現在、未來並冇絕對嘅界限。你此刻嘅覺醒其實就喺度重新定義你過去嘅種子，同時亦喺度改寫你未來嘅坍縮軌跡。當你意識到嗰個觀察者本身都係虛幻嘅時候，你就從呢場量子嘅囚籠中解脫咗。科學與佛法嘅交響，讓我哋睇到宇宙並唔係一個冰冷嘅工廠，而係一場由心識參與嘅華麗動態演出。你既係呢場戲嘅導演，亦係嗰個被困喺角色裏面嘅演員。聽完咗呢啲震撼嘅真相，你可能會問，既然冇靈魂，只有慣性嘅流動，咁我喺現實生活中應該點做？任由呢股業力程式繼續跑落去？當然唔係佛法。之所以被稱為解脫之法，就係因為佢提供咗一套修改代碼嘅工具。如果我哋想喺呢個無我嘅輪迴中攞返主動權，唔再似一片被業力之風吹送嘅落葉，我哋需要喺日常生活中進行3場至關重要嘅心智實驗。第一，切斷自動導航儀。我哋生活節奏極快，大家常常處於一種無意識嘅反應中，俾人撥喇叭就想鬧人，見到網上留言就想反擊。我力種子喺瞬間現行，未想要改變命運，你必須喺刺激與反應之間強行塞進一段覺察嘅空白。你可以試下，至下次憤怒或焦慮升起嘅時候行動，而係對自己講，睇下嗰個憤怒嘅程式又喺度跑啦。當你能夠以觀察者嘅身份望住呢個情緒，而唔係成為呢個情緒，開始喺閹離嗰個虛假嘅自我，呢一秒嘅留白就係你截斷輪迴鏈條嘅開始。第二，重塑潛意識嘅種子沖撫。既然輪迴嘅係呢股能量流，咁我哋就要每日向阿賴耶識傳入清淨嘅代碼呢，唔係要你去做咩驚天動地嘅大事，而係喺日常能事中植入善嘅頻率。例如，你可以就係一種回向儀式，每日臨瞓前回想今日發生嘅3件好事，並由衷咁希望呢份喜悅能分享俾所有人。唔好睇小呢個念頭，佢喺物理學上係喺度吵醒你嘅震動頻率，加強利他同感恩嘅種子。你嗰個業力黑盒裏嘅負面數據就會逐漸被覆蓋。
久而久之，你會發現你嘅運氣變好咗，係因為你嘅能量流向發生咗偏移。第三，警惕最大嘅誤區，消極嘅無我。好多人誤以為既然冇我，咁就隨便過日子，反正做咩都冇意義，其實係多入咗虛無主義嘅心輪。真正嘅無我智慧係因為冇一個固定嘅我，所以我擁有無限嘅可能性。你唔需要被過號嘅錯誤定義，被家族嘅負面標籤束繩，因為你每一秒都係新嘅。只要你願意喺嗰一秒撳下重置鍵，唔好再去求神問卜，揾嗰個虛無龍蘇嘅未來。嗰個未來閱讀呢段文字嘅念頭裏面，當你學會唔執着於嗰個固定嘅自我影像，你會發現你處理人際關係會變得更柔軟，面對失敗會變得更豁達。你懂得咧，生活不過係一場冇劇本嘅即興演出。既然冇一個要守護嘅永恆靈魂，你仲有咩好驚失去嘅呢？我哋喺呢一場思辨嘅旅程中，走過咗2000年前嘅印度宮殿，也穿梭過微觀嘅量子世界。而家請你臨埋眼試下，感受一下嗰個正在聽緊呢段話、正在思考嘅自己。你發現未？你一直想要捉住、想要保護，甚至想要帶往來世嘅我，其實就好似指尖嘅風，你揸得越緊，佢越是消失得無影無蹤。佛陀話俾我哋知，我從來唔係為咗令我哋感到絕望或虛無，而係要送俾我哋一份呢個世間最奢侈嘅禮物——鐵底嘅自由。如果我哋真係有一個永恆不變嘅靈魂，就成咗一個永遠無法逃脫嘅囚徒，永遠被囚禁喺嗰個叫做我嘅 O 小容器裏。正是因為冇嗰個固定嘅核心，我哋先至似一條奔騰不息嘅河流。雖然你唔再係昨日嘅你，雖然你無法帶走前世嘅名字，但嗰份生命嘅暖意，嗰份覺醒嘅可能，卻從未喺任何一刻缺席輪迴。唔再係無盡嘅東佛，而係一場由你親手編錄嘅關於覺醒嘅宏大史詩。當你下一次凝視鏡中嘅自己，或者喺深夜感到孤獨無依時，請記起那先比丘嘅智慧。你唔係嗰個破碎嘅零件，你唔係嗰個孤獨嘅倒影，你甚至唔係嗰個正在受苦嘅靈魂，你係嗰一整場不間斷嘅火光，生生不息，穿透時空嘅因果之流。此刻嗰個困擾咗你千年嘅公案已經揭曉輪迴，裏面冇主角，有嘅只係覺醒感，冇盡頭嘅流動中。喺呢一秒同下一秒嘅罅隙裏，你打算種下啲咩種子？你打算讓你嘅呢道火光映射出咩色彩？如果你喺今日嘅分享中感受到一絲心頭嘅震動，嗰或許就係你體內沉睡已久嘅嗰個不生不滅嘅本性，正喺度同你打招呼。分享呢段內容俾身邊同樣喺迷惘中揾答案嘅朋友，或許你嘅一次分享就係佢打破輪迴夢境嘅嗰個契機。生命係一場唔需要觀眾嘅舞蹈，而嗰個我其實從來冇離開過舞池，因為佢就係舞蹈本身。